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圣经记载在创世纪第4章16到16节，还有到5章的第32节。创世纪第4章16节到5章32节。和合本圣经在第4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第16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的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座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士撒利，马士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2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畜生之人的牲畜之人的施主。亚巴的兄弟名叫犹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主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我们再看第5章第1节到第5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上帝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上帝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我们再看21到24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士沙拉。以诺生马士沙拉之后，与上帝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再看28节。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诅咒地。32节，挪亚500岁，生了闪、含、雅活。以上。接下来我们请郑牧师来讲道。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清明追思第一家谱。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在这个礼拜中间，我们经历了清明节。我们感谢神，让我们透过节期再次的来思想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祖先，他们对我们的帮助。求主你继续让我们持有这样子的怀念的心，也将我们属灵的灵命也能够带入到我们在思念亲人中间。求主你来看顾我们今天要领受你的话语。也主你也是注重我们家族的家谱的主。我们要透过我们从圣经中间的领受，再次的来思念我们如何能够透过清明节的追思，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赏赐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我们这个礼拜刚好经过清明节，所以我们在4月的第1个礼拜，我们就会用清明追思。我们可以看到摆在我们前面这个地方，有些都是我们的亲人。那因为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后来我们有规定，我们就是自己曾经在我们这边的会友，再加上我们的一等亲的，我们才摆在这个地方，请我们大家能够见谅。那我们等一下透过
礼拜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有预备有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在他面前来默思，来追思他们。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是，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是不是非常的有关这种清明要追思我们的祖先的事情，到底我们在家庭在圣经中间的教导是如何？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知道，我们基督教是非常孝顺的宗教。我们10诫里面的第5诫呢，就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而且这是带有应许的一条诫命，唯一带有应许的诫命，就是让我们在世上能够得以长存。所以基督教也是非常注重在我们的有关这家族的这个部分。那华人呢，在非常注重的这个孝道，他透过很多的方式，包括还设立了一个神主牌位，也就是将祖先呢当作是已经过世之后就成为一个神，然后再敬拜着他。同时呢，在这个神主牌位的后面呢，它摆有我们的家谱在里面。有些我们因为很多人是已经第2代、第3代，所以我们不太知道有关神主牌位的事情。其实神主牌位呢，那个牌子后面呢是摆的这个他们的家谱，所以持续继续把他们的家谱写下去。所以我们在圣别礼拜的时候呢，将这个神主牌位移走的时候呢，我们把后面的家谱就拿起来，重新再用另外一本家谱的方式写起来。那我们继续能够注重在我们的祖先以及我们准备要传到我们的后代里面，让他能够明白我们这整个的家谱到底是如何。因为我们盼望我们这个血缘的部分呢，能够相继的一直传下去呢，能够代代的相传下去。但是透过神主牌位的这种祭拜呢，到底跟圣经的教导是如何？因为你假定把它当成是一个我们能够用家谱来看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能够传给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整个的家族是这样，这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把它变成是一个来祭拜的话，好像当成是一个神位来祭拜的话呢，那就跟我们圣经来的教导呢是有互相违背。因为我们觉得敬拜只有敬拜唯一独一的真神而已，其他我们是用追思、我们感念的方式。所以孝敬父母呢，还有尊敬这个思念我们的祖先呢，其实也就是圣经中间的教导，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也常常可以看得到。那设立家谱呢，在圣经里面呢，其实也有它的榜样。我们今天所看的呢，这个经节就是其一，或者是在新约里面呢，马太福音1章1节就开始的，它记载的耶稣的家谱。在路加福音的第3章呢，23节到38节也记载了耶稣的家谱，只是2个人的记载的方式不太一样。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生水，这样一直讲到耶稣的这个出生。然后路加福音呢，他讲的方法是说，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从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这样一直讲，所以从耶稣一直讲到最后，讲到亚当，也讲到了上帝，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这讲的代表着这个家谱里面呢，只不过是讲一个是用父系的家谱，一个是用母系的家谱在讲。在新约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这2个家谱，所以告诉我们在圣经中间，我们也非常的注重我们的家谱到底是如何，要能够纪念我们的祖先。今天我们所看这个经节里面呢很长，所以我们中间只读了几段而已。这里面乃是记载的在旧约里面第一个家谱，它所记载的，而这里面呢记载了2个家谱，其实是一个家庭，但是记载了2个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记着在创世纪所发生的事情。亚当一开始的时候，亚当跟夏娃同房之后生了该隐，该隐之后又生了他的弟兄亚伯，但是他们2个人因为献祭的事情，该隐就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后来上帝就将该隐逐出那个伊甸园，所以该隐有另外有一个家谱在那里啊，而亚当另外呢，他又生了一个叫赛特，所以有2个家谱。今天所读的就是这2个家谱。这2个家谱呢，我们看第一个前半部呢是讲到是该隐的这个家谱，而这个该隐的家谱呢，它乃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家谱。
因为该文的刚才所念的里面呢，第5代的这个孙子的拉麦，他又娶了2个太太。第一个太太呢叫亚大，亚大他生了2个呢，这边讲第一个生的是个亚巴，然后他住在这个帐篷，他是住帐篷，而且是牧养生畜里面的这个鼻祖啊，他的这个祖师。也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亚巴他能够注重在如何要有能够随着这个这个草哪地方有草，然后他们就到哪地方把这个羊啊牛啦赶到那个地方去。那他们必须要有住的地方，他如何将这些东西把它组织起来，让他们可以很方便，就是成为一个畜牧的这个民族一样。那第2个儿子呢叫尤巴。尤巴呢，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也就是他发明的一些乐器，里面有弦器，里面有管乐的部分呢，让音乐能够更丰富，也更能够用来在敬拜的部分。而他的第2个太太呢，第2个太太是叫做喜拉，她生了一个叫土巴该隐呢，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这个鼻祖。也就是开始有很多的工具能够让他们能够来使用，不管是在耕田或是在所有的保护这些动物的都可以来使用到。这是我们看到第1个的家族。那这个家族看起来是一个文明的家族，让它可以把这个从畜牧业时代进到这个铁器的时代里面。但是这文明带来了什么呢？其实它是带来了远离神。我们从后面的时候可以继续去看到。这文明的副作用呢，就产生了邪荡跟凶暴。拉麦他娶了2个妻子，所隐藏的意义乃是这样，他有开始邪荡放纵的这生活。不要忘了，上帝起初创造的天地之后，他是创造了亚当跟夏娃，而且告诉他们，人要离开他的父母，能够跟他的配偶能够结合成为一体，然后设立了他们的家庭。所以上帝起初创造的乃是一男一女的一个家庭。我们看到从这边一直到第5代以前也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到第5代的时候，拉麦他娶了2个妻子，而这2个妻子之后呢，所代表的意思乃是人已经忘掉了神他所创立的这个婚姻的制度。后来已经看到很多人就开始有不同的，也有人娶了很多个妻子，包括所罗门王号称都有3000个这个嫔妃等等这些，它到底带来的是怎样？是好事呢，还是坏事？我们不用想到以前是这样，想到我们现在就可以了。现在社会上常常发生的一些事情，看到有人他有多位妻子的时候，并不是带来了幸福，反而是带来了家庭很多的混乱的存在。在当时候呢，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产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接着下去的，在创世纪第4章23节到24节，其实也写了一段这个拉麦他所做的歌，里面可以看出来那时候时代到底是如何。他们讲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这2个就是他的太太哈。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所以他自己讲，他告诉他2个太太说：“你要听我的话，然后注意听。壮年人要是伤我的话，我就杀了他；少年人损我，我也把他害了。人家也没有杀你，人家只不过是伤你或是害你，但是你要把他杀了。所以这背后所看出来是一种凶暴之气。而且该隐当初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也怕说在外面会被人家杀害，所以向神来祈求。神告诉他说：你要受到保护，而且要让所有人知道，杀害你的人要遭受7倍的灾。他昨天讲说，该隐要是受到7倍的话，害我的呢要受到77倍。所以看到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一个人所讲出一些不是祝福的话，而是咒诅，而是一些让人家听到会害怕的话。原来那时候的歌所显出来呢，是一个凶暴之气。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家庭到底是怎样呢？这样一个家庭呢，是一个远离神的家族。提醒我们，他们虽然是已经进入到文明的这种时代，有很多的鼻祖师产生的，是一个因乐器的，还有这种住帐篷、畜牧业的，
还有是一些开始有一些铜器、铜铁利器的这种鼻祖的祖师出来，但是他们反而是远离了上帝。这是一个一昧追求世界肉体情欲的满足，而走向偏离神的道路。我不知道看到这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现在的世界到底是如何？你有没有想到呢？最近牧师常常一直想到，在美国的情形到底是如何？现在我们来看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大概就是美国。但美国为何能够这么强盛呢？最近牧师在看一些影片上有讲到祷告的力量的时候，他有几篇是美国他们所拍的电影，讲到他们从五叶花的这个船，然后把这个清教徒带到美国之后，在那一段时间他们怎么经历过？一开始去到那个地方没有得吃，没有这个耕种，然后又遇到寒冷的天，因为他们是在波士顿的地方登岸的，那个地方是冬天是非常冷，会下雪的。但是他们如何度过了？如何跟这印第安人有这样的来往？原来他们都是透过祷告，而且这个故事每一次演变到在南北战争的时候，讲到我们所知道的林肯他在出生的时候，其实他根本就是已经活不下去，那时候是寒冷的天气，而且荒野里面找不到一个接生婆，而这在难产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来敲门了。他们是透过一直在祷告求神来帮助他们如何能够度过。有一个人突然敲门了，是一个接生婆，然后就来帮他们接生。接生完的时候，他出去了，然后他看到有一个东西没有。林肯的爸看到一个东西没带走，就赶快拿着东西要出去追那个人。门打开，已经不见这个人了。所以他这个隐约的在告诉我们说，这是神所差遣的，而是如何能够这样呢？是因为他们透过了祷告，然后接着他们看到南北战争里面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整个的这个影片中一直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是在上帝的眷顾之下而建立起来的。他们一切事情都是透过祷告，所以到目前，连总统就任时还是要手按着圣经，才能够在那边来宣誓，然后才能够就任。然后他们在学校里面呢，一开始也都是用祷告开始的，但是最近所看到的是从1980几年的时候开始，他们人权来开始高过神权。有人就不信上帝的人就开始用他们的宪法来说，我们不应该强迫人来祷告，不应该强迫人怎样，不应该强迫人在宗教上面就要排除在他们的生活之外。所以现在也不能在学校里面来祷告，也不能再讲有关这个上帝的话语的事情。但是这个国家乃是因为上帝的眷顾而建立起来，现在竟然完全脱离了。人权远大于神权。人越来越文明，能够带来福气吗？你要是远离了神，你就看不到福气。其实，在几千年前，这个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个家谱里面，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是该隐的家谱，他们的子孙里面呢，开始是哪一个什么的祖师，什么的祖师，什么的祖师，让人民的文明越来越进步了。但是所看到的乃是一个凶暴之气，而不是一个受到祝福的。我们就看到现在的国家，现在的世界其实也是像这样。我们开始又看到奥巴马总统还第一个正式来同意这个同性恋是合法的，而他自己号称也是一个基督徒。难道这真的是合乎神的教导吗？我们看到人远离了上帝的时候，这个文明并不是真正带来的福气，其实它带来的乃是一个会受到神处罚的一个样子。该隐的这个家族让我们看到了。第二个，我们来看呢，接下来也要讲到一个亚当的家族。其实该隐的家族也是亚当的家族，但是他把它分得非常的开，因为一个是不受神祝福而被赶离开伊甸园的。所以圣经里面第5章里面又告诉我们说，亚当跟夏娃又同房之后呢，他们就又生了小孩。第一个小孩就是叫做赛特，这是一个正式的亚当的这个家谱里面。赛特里面，亚当是在130岁的时候呢，而生的这个赛特。里面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赛特形象样式和亚当相似，
而在这之前呢，又讲到说，亚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来造的，造男造女，也就是亚当是这样子被造出来的。在生了赛特之后，又特别讲了这句话：赛特的形象样式跟亚当相似，所以也可以说是赛特他已经能为什么会这样写？表示说他能够活出跟神的形象跟样式一样，不是说神跟我们一样有这样两个眼睛、有一个鼻子、两个嘴巴、两个耳朵这样，并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一个跟神的属性是一样的。他乃是应该是一个公义灵敏的，所以人也应该像这样子，而不是非常自私自利的样子。我们看到第一个讲到亚当这个家族里面所产生的赛特，他乃是活出神的形象的。接下去再讲，在105岁的时候，他生了以挪士。以挪士在第4章的第26节，我们也没有读，那地方讲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也就是在亚当在继续生下第3代的时候呢，生了赛特，赛特再生下去那个以挪士的时候呢，原来已经人离开了，没有真正在求告耶和华的名，那时候开始来求告耶和华的名了。这是亚当的家族里面的第3代里面看见，继续往下走的时候呢，讲到他的第7代。第7代是以诺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以诺就与神同行300年，他得到神的喜悦，神就将他直接的接去，不见已死。这在记载在希伯来书里面的11章第5节到第6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有人不见他的尸体而死了不见他的尸体里面呢，至少就是有以诺有摩西，当然也有像以利亚，但是他是直接被升天，有人看到他升天去的。而根本没有见到的部分呢，就是以诺跟摩西。他在65岁的时候生了他的这个马土沙拉之后，继续还有生他的儿女。但是接下去的300年呢，他与主同行。与主同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假定是你所作所行不合神的心意，你能够与主同行吗？表示说以诺他是合神心意的，他所行的是合神心意，而且能够跟神能够在神喜悦他的，得到神的喜悦的。这是亚当的这个家谱里面所显示出来的。不止到第7代，到第10代的时候呢，乃是挪亚。挪亚那时候的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记第5章第6章的地方讲说，那时候的世人都陷在罪恶之中，每天他们所想的都是恶，事实上呢，就充满着强暴，都在神的面前败坏，所以神就非常的痛悔，他的忧伤后悔，造了人在地面上。而那时候只有一个义人，就是挪亚，他是在神面前蒙恩的。圣经里面明明讲说他是一个义人，只是到后来又讲说他是一个那世代一个完全人。这是我们所看到亚当他的这个家谱。这里面的几个人呢，让我们看到亚当的家谱是怎样。他是一个敬虔的家谱，他是可以做我们榜样的。因为我们看到第一个是赛特的时候，他活出神的形象；第二个在以挪士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开始求告神的名；到以诺的时候呢，他还与主同行；到挪亚的时候呢，他做义人，来做完全的人。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家族，乃是一个我们所渴慕的一个家族。我们在清明节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亲人这些，那他们所留下的是什么？这个应该讲是我们肉身的这家族。你有曾经想过你的属灵的家谱吗？你属灵的家谱到底是如何呢？我们这要问说，你可以列出你的属灵的家谱吗？是谁带领了你来信主的呢？你还领了谁来信主呢？我们可以列出几代呢？在属灵上，你要如何能够生养众多，能够生生不息呢？我想这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神让我们出生在世上，不是只有为了我们肉身的这个家谱而已。要是的话，他为何要叫我们去能够传扬福音，使万民成为他的百姓呢？所以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肉身上我们跟别人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只有这个血脉就是这样子。但是在主的爱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你可以透过灵里面呢，可以成立一个很大的家庭。
这个家庭中间呢，反而是更亲密，更能够分享你的喜怒哀乐。在灵里面的这个家谱，更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我不知道在清明节的时候，你所思念的只是你肉身上的这个家族而已，还是你有没有去思想到你在属灵上面的家谱呢？你能够感谢那些传扬福音给你，让你信主的，或是你是第2代、第3代，那你更应该为了你的祖先所留下宝贝的这个产物呢，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你能够记得吗？我们常常要思念，我们在肉身上，昨天我们在周6礼拜的时候问那些青年，你知道你的祖父跟你的祖母的名字吗？差不多50%-60%的都举手。我说你知道你的曾祖父的人知道吗？你觉得有几个人举手呢？我想问我们，大概我们也很难呐。他们只剩下一个家庭里面的2个人举手而已。那我相信我们在肉身上，我们可以这个跟我们非常亲密，我们会一直记得他的。但在属灵上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要去注意这？但不是只往前而已，我们要注意我们往后面要如何呢？我们在清明节的时候思念的话，是有一个很重大的意思，要告诉我们的后辈，我们的祖先他们当初是怎样子的，借着诉说他们的事迹的时候，我们来怀念他，更让我们想到说，我们对下一代我们有怎样子的责任呢？你如何能够在属灵的家谱上面，让他能够生生不息，能够生养众多呢？或者是在我们的肉身的这个家谱中间呢，我们去思念他的时候，我们要得到帮助，是怎样的帮助呢？是不是有给我们警惕的部分，也有让我们要去学习的部分？我相信这样去过这个清明节才是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因为我们放了假，然后就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不必上班，然后就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时间。不，它是有意义在的，就跟我们教会里面常常透过节期一样，在提醒我们某些事情。每一个民族它有它的节期在，特别是这种民族的节期呢，更是在提醒的某些事情。盼望这些事情呢，让我们能够去思考，而且不是只是停止在这表面而已。清明节让我们再次思考的不是我们的肉身的家族，你可以思考到你的属灵的家谱吗？你可以思考到前面的，还能够思考到以后的呢？我相信，要是我们的祖先留下钱财给我们，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但是呢，它并不会真正带来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在社会的新闻上常常看到，为了加遗嘱来争家产，然后弟兄姐妹开始不和睦了，甚至父亲都还在的时候，因为得不到认为父亲的家产分得不够公平，还殴打了父亲。最近报纸上常看到有一个父亲，他的小儿子竟然打了他4次，把他打昏掉，因为觉得他所分这家产不公平。这家产是谁的？不是父亲的吗？父母的吗？为什么一定是儿子的呢？他有什么义务？他有什么权利可以去得到呢？所以并不代表有这种留下这些钱财对我们的子孙们是美好的事情。你要留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最宝贵，而且是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掉呢？最好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当这个信仰的时候，是带我们人回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回到个人的面前。人要是没有这个信仰的时候，他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所想的都是只有自己，包括连父母他都可以不理，而只是想到自己，包括弟兄姐妹他可以不理，还可以2个兄弟还可以为了家产打架。所以我们看到，要是没有神，没有这种真理公义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都以自己为主。所以要以信仰，真正的信仰就是找到那个独一的真神之后，他的真理，他的公义，他的怜悯，他的这些属性也成为我们能够追求的，那个世界才是一个和平的世界。所以盼望在清明节的时候，让我们再次的思考，乃是这个比较深层的问题，而不是只是在表面上的问题。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邀请大家，常常透过祖先诉说祖先他们的事迹呢，让我们晚辈能够了解，能够思想，而更盼望在属灵上面的分享，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
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赏赐每个人都有父母来生我们、养育我们，所以在清明节的时候，我们特别来思念他们过去所做这些事情，让我们在世上得到帮助。神，你透过这样子的制度，让我们人类持续的在地面上能够得以繁殖。我们感谢神，但是我们更盼望我们人活在世上，不是只是为了我们的肉身。我们的灵命更重要，我们要思想在我们的灵命里面的家谱到底是如何，也更思考到我们接下去的责任到底是什么。主耶稣，你告诉我们要去使万民成为你的百姓，这明明的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尽我们的责任，在灵里面，我们要以更多的人成立这个大家庭的家谱。祈求神你帮助我们在清明节的时候，不只是思念我们的祖先他们所留下美好的事情，也盼望我们能够将这美好的事情继续传到我们的下代去，也在灵命上能够将这美好的礼物能够传到我们的后代去。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祝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这时候我们要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